但功业终会散尽，殿宇终将颓废，不朽的只有文章。是啊，以后的人可能不会记得这场战争会有多少尸骨和血泪，但能唱诵你写下的诗词，这就是历史。咱们史官真是傲慢，立德、立功都没有立言那么便利和偷懒。有时觉得不朽就是个骗局，人总是要死的。与其去谈什么高义大德、功业文章，不如纵情当下，意气自由。或许只有这自由，可以一直流传下去，消散了形体，也不会在记忆里黯淡一分。注史总要记事，不是这无端的感怀。史官真的记下所有的事了吗？注史就是要有褒有贬，有招有引。我看见的都是那些被隐去的，但他们从来没有被史笔所抹杀，一直存在。他们构成了一条隐秘的历史线索。我此去就是去寻找他们。果然，你还在纠缠梦里那些虚玄的东西。我知道你离开兰台时拿走了一些上古散简，整理完后我会还的。族里的人还以为你从军是想建功立业呢。其中自有功业，梦想总该有的，万一实现了呢？哼，你去无妨，把小昭留下。你知道的，我拗不过他。这也不能由着他呀。哎，他的词章可比你好，可惜了。照顾好他。